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14，约翰一书2章17节安尼讲：各世间甲伊的私欲得过去，独独行上帝的旨意的，永远伫地。三甲来祈祷，爱阮独独遵行你的旨意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至圣、至权、至大的全能上帝，你是人民疼痛、施恩的主爱天父。主啊，你的名伫全地到这权大，你的律法真实，你的话语宝贵，你的旨意奥妙。主啊，愿要尊你最大，也要保养你的好名声。愿要一生来学乐称颂你的名。主啊，求你更新阮的心思意念，互阮较慕你的话，以爱你的旨意，胜过一切地上的享乐加追求。主啊，当试探来临的时，求你互阮通徛会牢，互阮遵趁你的旨意，活出你的权势。因为世间的私欲要过去，独独行你的旨意的，要永远伫地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